风台较贵，外围环流已经影响咱台湾风台雨的愈来愈明显。花莲有溪水涨流，甲轮天大桥的变道冲海去，苏花路龙也各旧中华公路嘛拢有土石落落来。目前台北线关原到道路区已经先封路，一若苏花公路是经过抢修，昨下晡3点有先开放2点钟通过，也毋过尾啊又搁封路关制。就是这个时阵，栅栏对外开放。总地管制站入口搁开放，大小客机车排500多公尺，一台刷一台驶入苏花公路。今天早上4点，我们这边排队了4点啊。昨天我们有先过来，但是被赶走，赶快回家放才是最好的。知道，3点要放，我要回去上班。苏花公路为下晡3点开放2点钟，搁再封路管制，因为今日风台要来啊，伫正式登陆前，早大来大雨已经予苏花的石头一直落落来。为回到磅江口到大桥线164.5公里的所在，修炼线土石崩塌，公路局赶紧抢修，啊，毋过放即届公告雄通知，所来这几天敢会搁再开放咧？如果条件允许的话，或许明天还是有机会。但是因为明天是台风会越来越接近的时候，所以一切都要等到明天早上才知道说有没有这个可能。土梅膏啊，甲石头一直冲落来，案发地就伫个太鲁阁的旧溪洞，中间真侪所在有石头，啊，佮有山坪崩塌。台北线关原到太鲁阁口路段持续封路，今日风台来搅局，太鲁阁又搁断路，修复期恐惊搁延长。修工程都是在东横公路，不是苏花公路沿线，所以也是要配合东横公路跟苏花公路的一个修进度，才有办法往前推进。挖山路段路桥状况真侪，由登山队伫1礼拜前为台东入山，即晚3个人掉伫花莲的瓦拉米步道，经消防队救援，一行人由锁啊撩过串流水出来。不过花莲真侪溪水拢有涨悬的情形。第时间落大雨，雨路真紧搁大，富里的轮天大桥变道互溪水冲毁，紧急封路。花莲县长市政委嘛到场勘灾。特别来看我们的变道，未来要抢灾、抢险、抢通的部分，来进行。各项防灾整备抢时间完成，爱伫3周日真正登陆前最好，加灾害降到最低。记者综合报道。